增多是個紀念耶穌進天家哦。嗱，但係要耶穌進天家呢，因為耶穌是2000年前是嚟到世間變人類，然後佢復活嚟講，佢到進天家啦。約翰福音12第46節咁樣講到，耶穌講：我嚟世間呢啲就係一個光，為到每一人相信我嘅講，唔係hết齊喺暗裏撒。thế nhau nghìn chủ giáo sư ở lại世間啊，因為嚟撒天家嘅路，得到要光路行，唔係喺暗裏撒，暗裏撒是間咩分面啦哈，暗窿總都唔冇嘅，即係間你生活你啲行道嘅，光路熱天好嘅，因為光是間看日真嚟行，看日對嚟行，要真理路，要對嘅路，就係按照光嘅路。約翰福音10第10節樣人講到，出嚟都係偷。theo了基督殺了基督滅是咁滅亡，嗱呢就係講我下年嘅工作，佢今年本是間人類得到歡喜快樂，得到平安，佢喺世間呢，佢係教頭食家，偷食家嘅平安，偷食家嘅健康，偷食家嘅精神，偷食家嘅喜樂，攏仲佢偷了嘅滅嘅滅食家冇辦法，滅家憤怒過度，滅家苦喺世間呢啲，但係耶穌講，我嚟世間半攏仲人相信嘅啥，得到豐富嘅平安，豐富嘅快樂，豐富嘅喜樂，攏仲係世間裏得到嘅平安，因為佢嚟到世間就係光路，嚟晒睇到嘅路要光路行，唔係人睇到耶穌嘅路要真理路行，所以講佢嚟本隻家豐富，本隻家得到快樂嘅路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